深夜寂靜街道，遠處傳來零星狗吠，接着是老舊巴士到站的剎車聲，車門咔嚓打開旁白，帶點回憶嘅口吻。你話凌晨2點幾喺慈雲山等小巴最驚遇啲咩唔係仆頭黨？你明明見到架車嚟，但上車之後發現全車乘客都低頭沉默，面無血色。而你唔記得自己究竟要搭去邊？故事講述一名夜歸人坐上開往牛頭角嘅亡魂小巴，小巴司機一路沉默，途經已清拆的舊區，窗外景色變得模糊。到站時，司機冷冷嘅說：後生仔，你俾嘅係溪錢嚟㗎。夜歸人一摸口袋，發現自己錢包裏全是冥幣。最恐怖的是，第二天他發現自己仍站在車站，那輛小巴從未出現過，而時間已過去整整1晚。本段作為開胃菜，以都市傳說引入奠定氛圍。第一個故事：唐樓的天井回音，滴水聲從空罅處傳來，舊式鐵板拉動聲，小孩隱約的嬉笑聲轉為哭聲。回音重重旁白，深水埗啲舊唐樓，最陰最寒嘅位，唔係尾房，係天井。你試過喺天井晾衫未？半夜3更，千祈唔好望落去下面嗰層。故事主角租住鬆房，房間窗戶對着天井。每晚凌晨3點，總會聽到樓下傳來啪啪啪的拍皮球聲，以及小女孩數數聲：1、2、3。有一晚，他忍不住探頭往下看對寶村舊唐樓，看到一個穿陳舊校服嘅小女孩。背對着他，在昏暗燈光下拍球。小女孩突然停下頭不動，身體卻慢慢轉向他，用一把不屬於女孩的老聲音說：叔叔，你住幾樓啊？我個頭先跌咗上嚟，幫我執返。好冇主角，這才小孩的脖子上是空的，而那皮球正滾到他的窗邊，變成一顆。此處留白，靠音效下沉重的撞擊聲與水滴聲突然放大，製造幽默式恐怖轉折與民俗解釋。原來此樓在60年代曾有女童墮樓。故事最後，主角是出台放一糖糖果，莊顧低聲云：細路女早啲去投胎啦。聲音在天井回盪，從此數數聲消失啦。但糖果總會在清晨消失。間奏5、夜場電影音效，老式戲院放映機轉動聲，一段模糊而新麗的粵曲，客途秋恨片段旁白。舊時啲戲院專做子夜場。你買飛入場，可能身邊嗰坐嘅唔係人，所以散場時留低嘅除咗爆谷，仲有好多嘢。第3個故事：收音機的午夜頻道調頻的沙沙聲，在不同頻道間跳轉，偶爾閃過1、2句清晰的粵語新聞。最後停在一個播放老歌的頻道。
歌聲突然扭曲旁白。你細個有冇試過半夜偷偷聽收音機，聽到某條頻道傳來一啲唔屬於呢個世界嘅廣播？故事主角是個收音機發燒，有在鴨寮街買到一台古董收音機，每晚調到 AM 某無人頻道，整能聽到已故歌星的演唱會直播，甚至聽到未來的新聞。直到有一晚，收音機傳出一把女聲，準確說出她的名字、住址並說：我知你聽緊，我依家喺你門口，開門俾我好唔好？同時敲門聲與收音機裏的聲音完美同步響起。主角從門鏡看出去，走廊空無一人，但收音機裏的聲音卻笑着說：我見到你隻眼啊！結局與主題升華，主作恐然到極點，反而冷靜下來。他想起賣收音機的老伯說：機器可以接收電波，人腦都可以，你聽到嘅唔係鬼，係你內心嘅孤獨同魯莽吸引嚟嘅回音。他關掉收音機，對着空氣説：對唔住，呢度冇你揾嘅人，請回。然後他打開真正的電台，調到播放輕快音樂和主持人清淡的頻道，讓房間充滿人間的聲音、敲門聲，和那聲音最終消散在黎明的目光中結尾。天光前的丁能遠處傳來清潔公掃街的沙沙聲，第一聲挑明，早班電車叮叮聲旁白，聲音變得溫和而小遠。天就光，記住，香港呢個城市人多，朋友都可能多，但佢哋大多只係有未了嘅心願，或者一時迷失驚，係正常嘅。但保持敬畏，心存善念，佢哋自然會揾到佢哋嘅路。而你聽完呢啲故仔，可以安心咁去瞓覺。記住，真正嘅恐怖從來唔係鬼，係人嘅心。晚安，各位街坊。